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中华运青由103个牛片屯运天客，虽然太多数年已经被好多人同化了，因能留下来的老货房，才见证了几多年的开发历史。运青两太乡村屯后如黑牛片客，因能嘅23馆屯总实体已经连130个古迹，人家定性集团嘅规划，毛政府部出版奖前，这家是的5亿元来修整是喺台湾20代有名大同屋嘅历史建筑神秘堂，佢出价呢会争取联合国亚太资产保存奖。总雄秀陈清美带人去看运青嘅一条老凤房，用来修整，会重现邦人建筑嘅古典之美。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周楚的建工法就是拢安尼做。建筑，嘿，对。一群人行于中华运青的神秘堂，也看个名带头委员房喺定型委员主席形体，台大陆嘅苏北形体，也特别对福建运青转到台湾经阿公婆，当小弟张老货房的过程。所有建材都是有竹编的，用编的，所以冬暖夏凉，咱这里的。完全不是所谓钢筋水泥。一般台湾人单单係將大陸轉做形象，漂洋過海去大陸見阿公婆，來到台灣見阿公婆嘅較少看到。每個老祖公一旦喺頭運天嘅訂住，然後喺每個來台住，本單有8房人，其中嘅天一房留為一拍葡大陸形象。86歲委員馮老先生提拜來台灣喺度7歲時節，是聽見爸爸來台灣見阿公婆，冇想到天一拜來台灣係漸漸嘅80年過後事情。唔識到19年不到來嘅，行到廈門裏面的，廈門城市有裏面的，我可以睇住數，我哋聽的啲鐵路啦，啲下線我就係來，廈門裏面的，舊重啊，裏面的。叫我真係好似肥下女呢個，幾度呢度呢先做你啦。魏老先生相當歡喜，不過未有得排泄，用台灣一檔小用運天強，講能這樣時，其實上來台灣3到6下沙來唔上。然後到民國38年，兩岸時刻都唔天氣時節，一到廈門等嘅深夜，不過這樣時要開戰，上唔得，冇辦法過來，掛掉60多年，也終身過來嘅。去到台灣咧，看咗很高興。我下嗱面頭咧邊咧，比較好啲嘅廚房比較好，房也比較好。魏老先生參觀嘅神秘堂係1897年起嘅，8年前設立做台灣20代有名嘅大同屋之一。為了將百年歷史建築，委我冇向政府申請經費，即刻出錢4億5億元來漲古蹟。魏氏兄弟他們長年以來在外打拼，但是他們的根永遠就是在永靖這個地方，所以從民國90年開始，陸陸續續花了5年的時間，來收購陳美堂的這個土地。土地完成之後呢，我們就開始來進行整個園區的一個測繪，我們希望保持的這種閩客融合的一個陳美堂的特色。神秘堂係兩間雙房屋嘅建築，保留8年前客家老祖公來台灣沿用，為到頭過頭年2年嘅完工，也當頭乾洗，乃至談得到叮叮當當嘅聲，定性4年4年張古蹟，還請來李乾隆教授，一啲關於清地古蹟專家學者，共下來參詳討論。陳美堂的修復呢，是完全依照傳統的工法，他們的給我們的建議呢，都認為應該是要保存原貌。也就是說，
把祖先对跟这块土地之间的情感，还有跟整个永靖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呢，能够一脉相传下来。永靖有北上行业，主要系对饶平同云天来嘅，包含威武路主港，上座行业漂洋过海对鹿港入来，一多年来到南彰化平洋，诸多嘅上建一担。其实饶平客家移民到彰化园林这个地方啊，包括埔心、永靖啊，那大概在康熙时代就已经陆陆续续的过来了啊，然后一直到乾隆这个时间啊，大概非常的多啊。我们福佬客啊，在永靖地区可以说是占80%以上哈，所以可以说是我们福佬客文化的蕴藏底蕴最丰富的一个文化圈、文化地带。永靖在那个彰化平原客家来讲呢，绝对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嘉庆18年，就是1813年的时候呢，那个附近的客家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程度，那他们就觉得没有自己建一个街市来大家互相联谊啦，互相买卖很方便的话，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说，在嘉庆18年的时候，他们就建了一个永靖街市，并且有立下那个古文书。永庆街喺行年上早开记录，不过永庆做咗许多好多年同化嘅，而家去拜访一条老街，68岁邱先生係其實係曉得講客話嘅。永庆嗰邊嘅園林啦，永慶嗰邊本來咧那講客家莊啦，到尾下都變成個葫蘆客啦。差不多上百年前老人家多少係講客家話，到啲下來都葫蘆話嚟，都忙嚟，都忙講客家話嚟。神秘堂这套永庆街路线，然后永庆的发展当有关系。加车站估计，主连在朗澳这当注意，还是1500万元走得本地体系先去部分呢，系做得当走得来做，加相信先来制作防可能的问题。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决定做这个试作区？选的地点就是选那个正生跟护龙交接的地方，也就是这一栋建筑里面最容易漏水的地方，工法最复杂的地方，请所有的匠师试做一次，然后完成之后可以当做我们以后做全区之后的一个参考。连制作做按细型生意，自然站喺工厂也唔会凊彩。一般估计喺无建筑师一个角色咧，加请来两个国宝级别大师来听书长估计，其中木匠的师傅陈天平，没作为建筑师。当时他邀请我来这里施工的时候，我就建议嘛，如果说要做最好的，就是要备料，备料就是木头嘛，木头一定要晾干晾干差不多最起码要2年以上。他这个就是很用心，他都有听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做备料。那我们先备2年嘛，进场来做就要做3年。一栋历史建筑5年时间来讲，看得出栋梁行厂有几足够诶。看那国内公共工厂一直有按用心呢。公共工程因为受到这个法令的限制，所以他用统包的方式。那我们呢？不是用统包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基金会本身就是一家营造厂，然后我们去找各个部门，比如说大木作的师傅、彩绘的师傅、泥做的师傅、雕刻的师傅，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集合到国内这个有名的这个工匠呢，还来协助我们。中法院排到台南市背後，喺台灣聽到估計的驗視，縣政府未注意到一個問題，對公部門能擺張估計有個新的標準。在永靖的卫生美堂这一次的古迹修复的案例呢，我想给了我们很多对未来的文化资产保存的很多创意的做法。第一个，像过去我们都用公部门的采购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我想会留有很多极限。张神秘堂的石头做幾優秀嘅，還做得對公器嘅素材來請，加北上用口料，兩上用準備幾年嘅顯露器，請精彩嘅素材做得對新口料結合來看。那你可以看
看到它里面有新旧结合的部分，有80%以上的旧料是沿用。你看它找榫头的地方，新料跟旧料。那旧料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沿用到新的建筑上呢？这就是我们师傅厉害的地方，他所有的榫头都要重新计算，重新再组立，再重新再结合起来。一只雕刻唔像钢土喺外加畫圖，再個請師傅來卡。其實係講師傅凊彩卡，外行人咩看唔出來。唔過味道行較正，看起來層次行較立體，按上親手實體2週年時間。以前跟拄這就是人路嘛，人路伊有層次的迄個問題，算時間伊嘛較久啦。尤其咱這是用柚木無，柚木吼伊的茶較長，所以伊會比樟木啊、檜木無，伊時間誒施工的迄個時間會較久。當然，遠親估計唔係打造像神秘堂，有機會天天來做。遠親清代鄉人喺牛坪來存活，到清同治年間1872年起嘅23館，主體部分還留待清代時節嘅樣嘅，對門樓、拜亭、內和堂都規則裝飾廢彩。大體還看得出100年前台灣實體有名嘅大唐屋嘅樣嘅，也係國家嘅3級古蹟。23館跟客家建築的關係，最主要它的精神就是有2點，第一個就是對於家族宗族的凝聚性非常的強，有這個建築可以看得出來。那第二個呢，就是對外的防禦性，因為這棟建築呢建立那個清朝時候，那時候那個政治還不很安定，而且在永靖這個地方閩粵械鬥可以說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同樣係歷史建築163年起嘅歷史千古嘅修復總實體，估計嘅按照好嘅大嘅新商戶，落落確確等到站，這樣式嘅方法全看唔得嚟。現在我們中實地已經在縣府已經列入3級古蹟了，已經申請這麼久了，剛開始申請的時候還沒有這麼破。現在已經2-3年了，還這樣，再沒多久一定會倒下來。中實地它破損的程度會比較嚴重，尤其蚵仔底這個地方，幾乎很多塌陷，很多已經崩塌的部分甚至它的門廊也已經都不見了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明年101年度我們會做一個初步的研究調查，也就是做一個整修計劃的一個初步的研究報告。修復喺遠前嘅天意太鄉，對總實體嘅大同建築看得出塑結電壓樣嘅，加同23館區等政府聽說來爭估計，咪希望加強客家認同。我們中實地也是客家人永靖大部分都是客家人70%以上。祭祖方面，我們要用那個客家的方式來祭祖，然後成為中實地成為我們近地區的饒平客家中心。台灣爭估計嘅素養同遠親看得清清楚楚，當到像23館總實體，按用等政府的關心嘅歷史建築，一方面對神秘堂看到民間爭估計嘅新典範，另一方面咪希望串聯遠親估計嘅金三角，學本基建數到可能認同化人，重新行到再來了解客家嘅上面生活。